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流行歌尤其咱的台湾的歌，拢是咧写社会事实。有行船人，才有迄条行船人的纯情曲。有人暗时半暝骑一台铁马出来咧画烧肉粽，才有人会写卖肉粽的歌。国情今日要招你来听，我去找到西元1949年印出来市面伫咧卖一本歌谱。台湾乡土流行歌集内底一条歌名叫做《巷市》，见面歌词讲，请看社会现实，有怨叹有欢喜，主张经济改治，万项米直起，万项米直起。白米巷市起的无天理，唔惊善人会饿死，失业满是。有啥物方法暂时通好来医治？请大家就爱觉醒。奸商紧拄互你，国情啊，万请是咧。你头拄我咧讲，1949年这本歌册印出来，无毋对。当时社会环境就是安尼，猪将开始自由买了后，白米的行市起甲无天理。歌词内底，这百姓大家耳目睭睭看甲明拄明，都是有奸商爱赶紧甲拄互你。毋则好到尾啊，政府无在条控制，白米愈卖愈贵。结果，就爱印新台票出来换旧台票，4万爱换1块。啊，台湾家己有出产白米，佫毋是无呢。佫来听这条叫做《巷市》这条歌的歌词，刷落去讲台湾产生白米，收一期用3年，自将配给中止，再海外世界去，再海外世界去。奸商操纵，想要赚大钱，囤积居奇无天理。台湾省告示超过3月日，新娘就爱总登记，请同志奋发徛起，建设心肝就一致。流行歌呢，好朋友，写甲安尼明拄明，讲台湾人种白米生产白米，结果到尾啊再海外世界去，打台湾省出告示，敢有效？虽然讲歌最后来呼吁讲，请同志奋发徛起，大家爱共心肝落去建设。不过最后历史已经甲咱回答事实，外来统治的国民党造成甲38年的戒严，造成甲社会大家真艰苦。这种经济问题是其中一项严重的破坏。